何西阿书第9章，以色列人毋通亲像外族人欢喜庆祝，因为恁惊淫乱离开上帝，伫逐个五谷场收惊淫趁的钱。五谷场甲酒窟袂当养饲恁，所期待的成就嘛会落空。伊发现袂当阁住伫上主的地，因为倒转去埃及，伫亚述食无清气的米，因袂当阁往上主献奠酒祭，因献的祭袂互伊欢喜，因的祭米亲像互丧家食的米，这人变做无清气，因的食米只有袂当互因自己，袂用伫摕入去上主的殿，伫所定的节期，敬拜上主的日，恁要做什么？因虽然闪过灾难，嘛袂互埃及围困杀害，入面毁尸互人收尸埋葬，因的经纶财宝会互杂草砍捌。因住的所在，刺皮满四过，就互以色列知刑罚的日来啦，报应的时到啦。恁的罪重充满怨恨，所以恁讲，先知是戆人，受神感动的是小人。先知受上帝指派做以色列的守望者。伊无论去倒位，拢有罗网在等等，连伫上帝的家都受着死。以色列彻底腐败，亲像因早前伫基比亚的所做，上帝会记得因的罪，要刑罚因的罪过。上主讲，头一遍。我拄着以色列，亲像伫旷野看着葡萄；我拄着恁的列祖，亲像看着头一季初熟的无花果。毋过，因一个到巴勒比尼，就开始去拜迄所在可恶的神明。因就变做甲因所爱的神明相款，遐尼通厌恶。伊发现的阳光会亲像鸟飞去，亲像妇人人袂受胎，袂怀孕，袂生囝。因若袂生，我嘛要互遐个囡仔饲袂大，无老伴的。我若放杀因，因就天惨。我看以色列的囝儿注定着互人追入斩杀。伊发现会带因的囝儿出来交互屠杀者。上主啊，你要互因什么？就互因流血，恁打去。以色列伫结果做真歹代，我伫遐开始怨恨因，因为因所做的歹，我要对我的家甲因赶出去。我袂阁疼惜因，因的首领嘛拢背叛我。伊发现受拍倒，因的军打去袂结果子，因若生囝，所生的宝贝仔囝，我嘛要甲杀死。我的上帝一定要甲因气死，因为因毋听叹伊，因为伫列国中流浪。